這個風颱特別來了，民眾擔心風颱掃過了後，青菜會起大價，所以攏趁風颱前趕緊來採買。台北的菜市仔甲美食的大賣場，早起一透早就逛滾。問題是根本就免等甲風颱掃過，即賣青菜都攏已經起價了，閣起袂少。 明明是平常時的美食賣場，一個開店人煞真濟，尤其是賣菜色所在就愈客。幾若箱葉菜類已經掃了了，牛蛙粿嘛敢若剩兩三盒，大人掃一台車會當抵偌濟就載偌濟。生態沙拉比較方便，對，就是不用開火煮啊、洗碗這些，所以就買一些生態沙拉，然後現成的烤雞呀、牛奶，然後泡麵這些，其實就是颱風天在家裡也可以用的。包圍風颱要來遐，提早保護才能安心。另外一邊菜市場賣菜所在，趕快是濟人買，民眾阿曉提塑膠袋啊斟足緊，不過看到介紹心肝總丟幾耐個。颱風還沒來就開始貴了，沒有颱風或者是那個下雨的話，一斤白菜那個鵝白差不多25塊左右，現在50、60。公內則開風颱就也未掃來，菜價就已經開始跌落去。最近一禮拜，朋友菜價介紹起到504趴左右，進口的花蓮豆或者是甜大東蝦，本價免50，即馬攏超過100%。大概過1倍吧，青菜類、根莖類都有略調高一點。黃瓜從30、40塊調整到80、90塊。菜價跌入去，敢若希望風颱帶來風雨袂退，讓做袂受到受大傷害。若無風雨掃過，菜價愈貴，民眾買一個菜對丟愈苦。